大家好，我係香港聖公會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九龍中團隊嘅職業治療師馮姑娘。今日我會為大家示範一套坐式八段錦。呢套八段錦係透過和緩、具鬆弛以及伸展筋腱嘅動作，達至強身健體以及增強身體嘅免疫功能。長期修練仲可以幫助我哋放鬆精神添，而且呢套八段錦亦都好適合一啲站立唔平穩或者需要長期坐輪椅嘅院友做㗎。喺開始之先，有一啲事情我哋需要注意嘅喎。首先，我需要大家坐喺一張四平八穩嘅座椅上，雙腳要平放喺地面，腰要挺直。頭望前邊，雙手側身要有足夠嘅空間。為安全起見，可以扣上安全帶，因為當中亦會有彎腰嘅動作。如果院友當日有任何不適，例如頭暈、心悸或者高血壓，就唔適宜練習啦。如果大家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呢套坐式八段錦啦。第一式，兩手托天理三焦，掌抱腹前，掌心向上交疊，上托，頭跟上，頭中正，下落，掌心交疊，上托，頭跟上，頭中正，下落，一共做6次。掌心交疊，上托，頭跟上，頭中正，下落，掌心交疊，上托，頭跟上，頭中正，下落，掌心交疊，上托，頭跟上，頭中正，下落，最後一次。掌心交疊，上托，頭跟上，頭中正，下落。第二式，左右開弓似射雕。兩手交疊，左手在前8字掌，右手虎爪。開弓，頭望左，回收，左右各3次。交疊，右手在前8字掌，左手虎爪。開弓，頭望右。回收，交疊，左手在前8字掌，右手虎爪。開弓，頭望左。回收，交疊，
右手在前八字掌，左手虎爪。開弓，頭望右，回收。交疊，左手在前八字掌，右手虎爪。開弓，頭望左，回收。最後一次。交疊，右手在前八字掌，左手虎爪。開弓，頭望右，回收。第三式，調理脾胃須單舉。左手上托，右手下按，力在掌根，頭望前面，回收。右手上托，左手下按，力在掌根，頭望前面，回收。左右各做3次。上托，下按，力在掌根，回收。上托，下按，力在掌根，回收。上托，下按，力在掌根，回收。最後一次。上托，下按，力在掌根，右手向前掃下。第四式，五勞七傷往後朝。指尖向下，旋臂，頭轉左，眼望到最盡左，回收。指尖向下，旋臂，頭轉右，眼望到最盡右，回收。左右各做3次。指尖向下，旋臂，頭轉左，眼望到最盡左，回收。指尖向下，旋臂，頭轉右，眼望到最盡右，回收。指尖向下，旋臂，頭轉左，眼望到最盡左，回收。最後一次。旋臂，頭轉右，眼望到最盡右，回收。第五式，搖頭擺尾去心火。上托，下按，右傾，左旋。留意
不要傾得太前，以免失重心。頭中正，左傾右旋，不要傾得太前，以免失重心。頭中正，左右各3次，右傾左旋，頭中正，左傾右旋，頭中正，右傾左旋，頭中正，最後一次，左傾右旋，頭中正，上舉回收。第6式，兩手攀足固神腰。上舉，下按，反穿摩運，圓背兩側向下按壓，留意不要傾得太前，以臂帶身提起身體。下按，反穿摩運，圓背兩側向下按壓，不要傾得太前，以臂帶身提起身體。一共6次。下按，反穿摩運，上提，下按，反穿摩運，上提，下按，反穿摩運，上提，最後一次，下按，反穿摩運，上提，回收。第7式，轉拳露目，增氣力。抱拳在側，左手出拳，露目，拇指指向下，提高手腕，轉腕，回收。右手出拳，露目，拇指指向下，提高手腕，轉腕，回收。左右各3次。出拳，露目，轉腕，回收。出拳，露目，轉腕，回收。出拳，露目，轉腕，回收。最後一次，出拳，露目，轉腕，回收。第8式，背後七顛百病消。
兩腳跟提起，頭向上頂，腳跟下落。提踵，顛足，一共做7次。提踵，顛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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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提踵，顛足，收息，兩掌合於腹前，周身放鬆，呼吸自然，氣沉丹田。